好啦，今次咧同大家講咧就係歐聯16強次回合嘅賽事啊。首先第一場咧同大家見面就係巴塞羅那主場啊對住呢個賓菲加，咁啊香港時間咧1點45分，跟住咧連續3場咧都係踢4點嘅，包括咧就有利物浦對巴黎聖日耳門啦，國際米蘭對飛燕諾，利華古遜對拜仁慕尼黑。跟住到3月13號啊，頭場1點45分，里爾主場對多蒙特，跟住咧4點鐘有3場，阿仙奴對燕豪芬，跟住就馬體會主場迎戰皇家馬德里，最後一場咧就係阿斯東維拉啊主場迎戰布魯日。首先大家 CLS 未 subscribe 嘅記得 subscribe， 撳埋隔離個鐘仔。首先第一隊咧就係巴塞羅那對賓菲加，咁上個回合咧就係賓菲加主場啊，咁0-1輸咗俾巴塞羅那。咁我話過咧，巴塞羅那其實就係今次咧歐聯裏邊嘅大熱門之一嚟，點解咧？咁其實咧睇翻咧佢哋入球嘅數字咧，計埋巴黎聖日耳門啊附加賽啊入多10球啊，都唔夠巴塞羅那多。巴塞羅那上個禮拜射入1-0嗰球咧，扣埋佢咧，佢都係今屆歐聯入球最多嘅球隊。上場波踢到22分鐘嘅時候啦，巴塞球員啊古巴斯咧就紅牌被罰出場啊，餘下嘅時間都係10人應戰啊。跟住咧巴塞喺餘下嘅時間裏邊咧，佢哋個防線咧就壓翻低咗啦，去咗低位防守。成隊波10個球員都保持冷靜，盡量咧消耗對方嘅體能。攻擊方面咧，主要就用速度啦去爆贏對方嘅防線嘅。咁當中最犀利嗰位梗係拉芬拿啦，佢喺21場歐聯嘅比賽中咧，直接參與咗23個入球噶啦。今個賽季裏邊咧2次對住賓菲加咧，都可以咧入到去致勝球嘅。今場波咧踢得好唔好咧？我相信咧拉芬拿都係關鍵人物嚟嘅。咁賓菲加嘅教練啦拿治咧認為咧嗰場比賽咧梗係唔多拉嘅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亦都話咗俾大家聽，葡萄牙最近24場嘅球隊啊，面對住西班牙球隊喺歐戰中咧，只係贏過3場嘅啫，其餘就8和13負嘅。咁賓菲加嘅前鋒啦，帕維迪斯咧，佢就話啦，佢就唔會放棄嘅。佢表示咧，喺第2場比賽裏邊咧，總會咧有機會追得翻嘅，一切咧都保持一個開放態度，任何嘅事情咧都會發生嘅。嗱，上個禮拜咧，其實仲有一位英雄人物咧，大家咧唔好忘記佢啊！呢個咧就係巴塞羅那個門將啊，斯捷斯尼啊，佢咧神勇撲救，全場咧撲咗8次嘅，力保不失。咁呢場波咧，我哋預計咧巴塞羅那勝出咧有62%。國際米蘭啊喺聖西路球場迎戰飛燕諾啊，上回合咧飛燕諾喺自己主場鹿特丹球場裏邊0-2落後，對於要出線16強嚟講咧都非常之艱難啊。飛燕諾咧必須要喺米蘭裏邊咧入2球啊，先至有數講啊。今季國際米蘭喺9場嘅歐聯賽事裏邊只係失過1球嘅啫。其實聖西路球場咧對飛燕諾嚟講都非常之努力嘅，因為今年2月嘅時候咧，佢就喺呢個場裏邊1-1搞掂 AC 米蘭，佢先至可以晉級16強嘅。上星期成功撲救國際米蘭嘅12碼嘅飛燕諾龍門啊，韋倫雷特咧亦都話保持樂觀。雖然輸波咧就冇人上嘅，但係佢就話咧，因為隊中咧球員好多都有傷患問題啦，而踢到咁樣咧，亦都覺得唔係一件差嘅事嚟嘅。其實咧以今季咧照稱落去咧，兩隊波咧其實就相差唔係太遠嘅啫。但係咧國際米蘭嘅馬古斯杜林啊，即係佢老豆咧以前咧就係同斯丹一齊做隊友嗰位法國國家隊後衛杜林啊大仔啊，同埋另一位嘅前鋒馬天尼斯咧成為今場啊入球嘅關鍵人物。馬天尼斯喺今個賽季裏邊咧已經係入咗6球波啦，而隊中嘅後衛啊杜費斯咧警告隊友唔可以掉以輕心。飛燕諾咧係一支非常之堅嘅球隊嚟嘅，有優秀嘅球員，並且咧擅長打反擊嘅，我哋必須要留意住佢哋。題外話，即係老球迷一定知噶啦，杜林咧幾好波，而家踢緊國際米蘭呢個咧就係大仔，佢另外仲有一個細仔咧就踢緊祖雲達斯中場嚟嘅，一門雙傑。而家國際米蘭咧就喺意甲榜首位置上邊咧就守住噶啦。咁上一場咧就係由杜林啦同埋馬天尼斯咧就各入1粒。值得注意咧就係馬天尼斯啊，佢而家咧係代表住國際米蘭咧成為喺歐洲賽事裏邊咧最佳嘅射手，總共咧入咗18球噶啦。以晉級嚟計咧，最高機會嗰個就係阿仙奴啦，因為咧上一個回合入咗7粒，而緊接住阿仙奴出線率最高機會咧就係國際米蘭。今場咧預測佢勝出嘅係有64%。由於歐聯新制之下咧，只要嗰個聯賽嘅球隊啊表現得好嘅咧，來年咧就會多啲席位可以踢歐聯嘅資格。咁而家睇落去咧，應該就係英格蘭嘅啦。點解咧？
因為好多賽事咧都有內戰，例如咧就係皇家馬德里啦就會對住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咁而家講緊呢場咧，亦都係內戰嚟嘅喎，就係由利華古遜對拜仁慕尼黑。上個星期咧就係拜仁慕尼黑3-0就碾贏呢個利華古遜啦。未踢呢場波之前咧，拜仁慕尼黑咧已經係對住利華古遜6場不勝嘅啦，以壓倒性嘅姿態咧嚟抽贏呢個沙比亞朗素帶領嘅利華古遜。咁沙比亞朗素亦都話啦，雖然係落後3球嘅，但係咧佢哋都唔會放棄，相信咧喺次回合有機會咧可以扭轉困境嘅。其實咧要淨贏3粒咧，對利華古遜嚟講咧真係機會唔係咁大啊！但係佢哋咧自從喺2023年5月以嚟啊，只係輸過5場比賽啫。佢哋喺歐聯16強啊嘅歷史中咧，但係就麻麻地嘅啫。過去11場比賽裏邊咧，就係贏過1場，輸9場。咁相信咧，拜仁慕尼黑咧都可以創下歐聯歷史以來22次晉級8強呢個紀錄噶啦。咁上個禮拜一條片我都有講到啦，金賓尼咧好似係東莞仔咁啊，做嘢唔好咁揚，最緊要威。雖然咧哈利格恩尼咧就梅開二度啊，咁但係佢都話啦，咁啊真係要小心啲啊，嚟緊呢個回合都要。咁至於穆斯亞拿咧，亦都話啦，呢一場咧其實都唔好話諗得咁輕易就可以贏到啊。正話我有講到咧，國際米蘭咧今年啊喺歐聯9場賽事裏邊咧，只係失過1球嘅啫，射波都係龍門嘅，就係利華古遜啦。咁其實咧，拜仁慕尼黑咧差唔多已經可以入到8強噶啦，只要佢呢一場咧打得謹慎啲，應該就冇乜問題噶啦。咁哈利簡尼上個禮拜咧攻入9球之後咧，佢歐聯入球數字咧已經達到9球啦，成為咧單季賽事裏邊咧入波最多嘅英格蘭球員嚟嘅。咁呢一場咧，利華古遜勝出率咧係40%，而拜仁慕尼黑咧係35%。咁至於首日最矚目嗰場賽事咧，一定係利物浦對巴黎聖日耳門啦。咁利物浦咧迎戰巴黎聖日耳門，就帶住首回合16強1-0優勢之下咧，翻嚟晏菲路次回合啦。上一場利物浦贏波嘅關鍵人物啊，艾利諾啊，係連續3場歐聯賽事裏邊咧都有入波噶。不過咧，比賽真正關鍵另一個人物咧，就係艾利臣做出9次嘅撲救，力保不失。喺03至04年賽季以嚟啊，喺歐冠淘汰賽2回合封零，仲要係咧成功撲救咗12次咧，有2位紀錄人物嘅，一位咧就係保方，當其時咧喺12-13年對住些路迪嘅，咁另外一位咧就係羅里斯，喺18-19年係對住咧多蒙特嘅。咁睇下今次咧艾力神可唔可以同佢哋破咗呢個紀錄佢啦。嗱，首先咧就要講下咧巴黎聖日耳門佢點樣去進攻嘅。咁其實咧上一次咧巴黎聖日耳門咧有19次啊大波上籃嘅，呢個紀錄咧係僅次於7年前啊波圖喺晏菲路咧完成咗21次大波上籃嘅。呢2場波咧係利物浦喺歐聯賽事裏邊咧面對最高嘅一個數據嚟嘅。咁所以咧利物浦一定要諗辦法令到佢哋咧大波上籃去減少，咁樣先至可以令到艾力神咧減低壓力嘅。咁上一次大波上籃最巴閉嗰位咧就係丹比利，佢完成咗5次嘅，係管住全場噶啦。咁另外咧費雷拉亦都有4次嘅。喺巴黎聖日耳門嚟講咧，費雷拉控球能力咧係非常之出色嘅。今次翻唔翻到盤咧，可能要睇佢啦。喺今個歐聯賽季裏邊咧，佢喺呢個高壓逼之下咧，已經成功咗474次嘅傳球，比所有球員嚟講咧最少多出100次。利物浦都使用壓迫戰術咧，係針對住其他球員嘅。咁睇怕啦，對住呢個費雷拉嚟講咧，都未必有用噶嚇。啱啱過去咧法甲嗰場比賽咧，巴黎聖日耳門4-1大勝紹華山條女雷恩啊，費雷拉同埋丹比利咧都冇入咗正選嘅呢場波裏邊。佢哋2個下半場咧後備登場，其中丹比利咧喺補時階段咧梅開2度啊。佢係今個賽季裏邊咧入球提升到28球啊，其中喺2024年至今15場比賽裏邊咧已經攻入咗20球啊。咁另外咧幾名主力球員咧都輪休啊，包括住摩洛哥球員啦、夏基美、格魯吉亞球員啦、基華拉斯基利亞，仲有咧就係紐魯文迪斯，呢啲咧都有短暫上過場嘅。另外門將啊，當拿龍馬啦，同埋咧法比安雷斯咧就冇上場嘅。至於巴西嗰位咧馬昆勞斯咧就直頭缺席晒比賽添啊，咁顯示出咧安力基咧有意俾主力球員留力對付利物浦。
咁至於史諾咧，喺呢個禮拜咧就輕鬆擊敗咗呢個修咸頓啦。咁但係利物浦咧3-1逆轉勝。不過咧荷蘭呢位教練咧亦都選擇咗輪換嘅，包括宗斯麥亞里士打同埋蘇布斯拉爾咧就係踢咗45分鐘嘅啫。至於沙拿咧對住修咸頓嘅比賽中咧2度射入12碼，成為咧利物浦史上第3位最高入球數嘅球員啦。即使咧佢喺今季每個禮拜咧都刷新一啲新嘅紀錄，但係咧佢對住巴黎聖日耳門呢一場波裏邊咧，佢嘅表現必須要好過上一場添。上個星期啊，呢位埃及球星啦喺比賽中咧完全表現唔到嘅，冇任何嘅射門。佢自從着咗利物浦嘅球衣裏邊咧，只有2次係冇辦法射門嘅。上一次咧係23年3月，就係對住皇家馬德里。其實巴黎聖日耳門咧係沙拿嘅黑星嚟嘅，佢對住咧巴黎聖日耳門啊有3場咧係冇波入嘅，而呢個紀錄咧佢係對住所有球隊咧都冇咁多嘅。咁利物浦咧其實喺主場裏邊咧係絕對強勢嘅，喺2024至2025賽季歐洲賽事裏邊係全勝嘅。史諾啊可能成為第一位喺呢個賽事裏邊執教英格蘭球隊並且贏得前5場主場比賽嘅教練嚟嘅。利物浦啊喺近14次歐聯賽事首回合獲勝後咧，都能成功晉級嘅。咁過去5場喺歐聯賽事咧淘汰賽首回合落敗的話咧，咁其中嗰2次咧都可以逆轉勝咁晉級嘅。巴黎聖日耳門咧喺2019至2020賽季啊16強啊以總比數3-2咧就淘汰咗多蒙特。咁喺23至24咧就8強啊，至於6-4逆轉勝巴塞羅那。咁自從咧喺2021年歐洲賽事咧就取消咗作客入球嘅優惠啊，總共有6場歐聯淘汰賽首回合比賽咧作客以1-0取勝之後咧，其中有5隊咧都能夠成功晉級嘅。巴黎聖日耳門咧喺24年4月啊首回合咧就2-3不敵巴塞羅那之後咧，次回合作客老營球場咧就以4-1取勝淘汰巴塞羅那，令外界震驚。過去15支作客英格蘭嘅法國球隊咧都未能取勝嘅，咁但係咧安力基嘅球隊咧舊年已經打破咗呢項紀錄噶啦，咁佢哋相信咧亦都會再次創下一個奇蹟嘅。咁利物浦咧對住巴黎聖日耳門咧未踢上個禮拜嗰場賽事咧，雙方啊交鋒4次啊，兩隊各自喺主場咧都贏得比賽嘅。佢哋咧對上一次咧，唯一一次就係歐聯對決咧，就係1819年啊分組賽嗰年咧，利物浦咧最終咧就攞第6座歐聯冠軍嘅。當其時咧就係艾菲路球場，巴黎聖日耳門啊落後0-2嘅情況之下攀平啊，最終咧就費明奴喺補時92分鐘咧射入致勝球嘅。次回合嘅入球咧集中喺上半場嘅，咁啊巴利特啊同埋尼馬啦幫 PSG 咧就各入1球，而詹士米拿咧透過12碼再追翻1球嘅。咁再講落去咧，上一場咧數據上咧就巴黎聖日耳門贏晒，咁利物浦咧就被人話偷襲成功，因為控球率得35%，射門咧就只有2次嘅，相比巴黎聖日耳門咧射門28次嘅。佢哋喺比賽最後3分鐘啦就一劍封喉啊，取得勝利。事後咧史諾就話呢場波咧就算打和佢哋都覺得幸運嘅，咁而家贏波更加開心添啊！巴黎聖日耳門喺過去93場嘅歐聯賽事裏邊咧，從來未試過踢過0-0嘅結局嘅。今次咧就去到晏菲路度踢啦，咁睇下咧邊隊波會有波入啦。咁呢場比賽咧，利物浦勝出44%，略高於巴黎聖日耳門。咁另一隊咧就英格蘭球隊嘅賽事啊，就係阿仙奴啊對住 PSV 燕豪芬啊。阿仙奴喺比賽中咧已經有絕對嘅優勢噶啦。上一次咧佢哋喺燕豪芬嘅主場裏邊咧7-1取勝，創下咧歐聯淘汰史上最大客場勝利嘅紀錄。喺歐聯嘅歷史上邊咧，從未有球隊能夠作客逆轉勝超過2球嘅。今次咧仲要6球先至可以逆轉添。喺上一場嘅賽事裏邊咧，阿仙奴咧係缺乏咗關鍵嘅射手嘅，而賽後咧阿迪達表示啊，非常之感謝球員啦，佢哋表現得非常之出色，球場中嘅表現咧非常之流暢。咁 PSV 燕豪芬嘅教練保斯咧，亦都講啦，球隊嘅表現咧未能發揮得最佳嘅狀態啦。阿仙奴咧踢得非常之出色。咁 PSV 燕豪芬咧近期嘅表現咧非常之低沉㗎，落後於阿積士啊。咁呢場比賽咧對於 PSV 燕豪芬嚟講咧翻盤機會都比較渺茫下嘅。咁呢場咧我哋認為阿仙奴勝出機會率咧有58%。阿斯東維拉對住布魯日啊，咁上一次咧阿斯東維拉作客布魯日咧就3-1贏波嘅。
阿斯頓維拉咧唔可以講得上咧全場咧掌握住個比賽嘅。如果你有睇呢場波咧，你會睇到艾馬尼喺上半場嘅場邊係咁嗌，幾位驚佢爆血管啊！咁今次咧就帶住2球嘅優勢就翻嚟主場啊！咁艾馬尼就希望喺次回合裏邊咧都能夠有果斷嘅表現咧。布魯日咧其實咧一直都俾人睇低嘅，但係咧佢喺附加賽裏邊擊敗亞特蘭大晉級咧，其實就話俾大家聽佢有一定嘅實力嘅。咁布魯日嘅隊長雲拿根啊，對首回合輸波咧都感到遺憾嘅。下半場咧我哋應該有波入嘅，特別咧就係自己嘅頭槌同埋咧查力斯嘅機會啊。咁另外啦，中場球員啊奧耶迪卡都承認咗自己犯出錯誤啊，但係對球隊翻盤咧亦都充滿咗信心，永不言敗。我哋咧必須要相信自己嘅。布魯日咧喺淘汰賽嘅階段裏邊咧3-1就擊敗咗亞特蘭大，呢場勝利咧或多或少帶俾佢一啲鼓舞嘅，希望咧能夠維拉公園咧能夠製造同樣嘅奇蹟。咁呢場咧我哋預測啊，阿斯頓維拉勝出嘅機會咧有52%嘅。另一場咧就係法甲嘅球隊里爾對住德甲嘅球隊多蒙特啊。咁上一場咧多蒙特主場啊同里爾咧打成1-1嘅。呢場比賽咧就非常之惡搞啊，係唯一一場咧首回合裏邊咧打和嘅。如果里爾咧想進入8強咧，佢哋必須要主場咧重現小組賽嘅表現。當其時咧擊敗個皇家馬德里，對住飛燕諾咧攻入6球啊。咁其實咧兩隊波稱落去咧真係5-5波嘅啫。里爾嘅後衛啊梅利亞表示啊，我哋已經話過俾大家聽噶啦，特別係主場啊，我哋能夠對住強隊咧都表現得非常之出色嘅。咁另外咧首回合最佳球員啊夏拉特神呢位咧就係里爾嘅冰島球員啊，咁亦都有相同嘅睇法啊。佢覺得咧上一場咧和局喺次回合嚟講，對於佢哋講咧係一個優勢嚟嘅。咁其實咧多蒙特過去嘅往績咧都唔係太差嘅，上一季係歐聯嘅賽事裏邊咧1-0擊敗個巴黎聖日耳門嘅成功咧就進入決賽。咁多蒙特前鋒啦阿迪耶美亦都認為啦球隊咧必須要喺比上一個回合咧做得更好咧先有資格啊進入8強嘅賽事裏邊嘅。咁呢場比賽咧里爾嘅勝出率45%，多蒙特35%。星期四嘅凌晨，歐聯賽事最精彩嘅一場啦，就係馬德里雙雄啊再嚟過啊！上一次咧馬體會不幸對住皇家馬德里嘅主場2-1落敗，由安察洛提帶領下嘅皇家馬德里咧就小勝馬體會之後，就同記者講馬體會咧係一支最高歐洲水平嘅球隊，冇人可以預計到佢首回合咧係輸波收場嘅。皇馬首回合入球功臣迪亞斯啊，亦都強調啦，呢場比賽咧其實就仲未結束嘅。至於阿根廷嘅名宿馬體會嘅教練斯蒙尼認為球隊咧原本可以喺首回合有更好嘅發揮，但係我哋咧控制住個比賽，冇好好利用機會。相信咧主場嘅優勢咧可以改變比賽嘅結果。佢哋嘅球員喺次回合咧充滿住信心同埋期待嘅。中場嘅洛蘭迪佢亦都話嚟到我哋嘅主場，球迷就係我哋嘅身邊啊！啱啱過去嘅週末咧，皇家馬德里喺西甲積分榜上啊，以1分超越馬體會。因為咧，斯蒙尼啊喺球隊中作客咧不敵基達菲，佢哋希望啊週中歐聯嘅賽事咧可以報仇成功。對於斯蒙尼嚟講咧，喺歐聯賽事逆轉勝咧喺馬體會曾經出現過嘅。佢哋過去6次歐聯淘汰賽首回合落敗咧，有3次都能夠成功晉級嘅，包括14-15年16強對住利華古遜。15-16年8強對住巴塞羅那，23-24年16強對住國際米蘭。但係對於咧馬體會嚟講嘅壞消息就係喺過去22次歐聯淘汰賽，皇馬咧喺首回合取勝，係有21次能夠成功晉級嘅，唯一一次咧例外嘅就係18-19年16強俾亞積士淘汰。由安察洛提執教下嘅皇馬歐聯淘汰賽首回合取勝嘅晉級機會有9次都能全部成功。我哋嘅計算咧，馬體會咧勝出嘅機會有40%。好啦，又到我揀波嘅時候啦。咁我由上個禮拜開始咧，我就有個基金噶嘛，就100蚊本。咁上個禮拜咧，我中咗2條3串1，咁咧就有40幾蚊賺，即係 increase 到40幾個%嘅啦。咁今次咧，我都會用翻我個基金咧去揀波買落去嘅。嗱，今屆歐聯改制之後咧，我對佢哋打呢個聯賽時候咧，打到第3、第4 round 度啦，我心目中就有4隊波咧，就覺得應該係可以入4強噶啦。咁呢4隊波咧就未計佢哋咧
喺16強裏邊個排位嘅，因為咧當其時係未有噶嘛。咁呢4隊波咧就係巴塞啦、國米、阿仙奴、利物浦。最初嘅時候喺我心目中排名最高咧就係國米，而家打下咧我就覺得係利物浦。咁其餘嗰3隊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但係今次買波咧，第一隊要買咧就係巴塞羅那，因為上場咧佢只係贏1-0嘅對賓菲加打10個。今次咧翻去老營球場啦，咁啊自己地方，咁一定同你要去馬噶啦。上次就1粒啊嘛，咁今次如果對間料啊1粒咧，佢都要踢12碼。咁以巴塞羅那咧就應該同你搏到盡噶啦。咁同埋咧對家即係賓菲加勝出率咧係其中一隊最低嘅今個禮拜。咁第二隊咧應該就係國際米蘭噶，都係買翻。雖然咧上個禮拜咧就入2粒，咁理論上咧國米咧首隊0-0咧都出線，但係呢隊國米咧就唔係一般嘅意大利球隊嚟嘅，佢功力咧有翻咁上下，咁所以我唔相信佢咧會以手搏和晉級嘅。咁再加上咧佢哋嘅對手飛燕諾咧亦都係今個禮拜勝出率咧其中一隊最低嘅球隊，咁所以咧都係要買翻國米贏嘅。咁至於德國嗰隊內戰呢，就利華古遜對拜仁慕尼黑。咁上個禮拜拜仁慕尼黑就入咗3粒啊嘛。對於利華古遜呢，要出線嚟講呢，就其實真係難度非常之高，要淨勝3粒先至有偈傾。咁但係呢，佢入得1粒嘅時候，拜仁都可以守你嘅，同埋拜仁真係唔係流噶嘛。今個禮拜呢，2隊波個勝出率呢都係差唔多高，咁所以呢，就有保留，唔會買呢場波嘅。利物浦咧對巴黎聖日耳門呢場波咧仲惡搞。首先咧，我對安力基咧係好有信心。點解咧？我對咧有一類嘅教練咧，我係睇高一線嘅。一啲球員身份嘅時候咧，係踢過中場嗱，攻擊中場唔算啦，即係防守中場或者中場中嗰啲球員咧，再加上佢係做過隊長，無論喺職業賽或者國家隊做過隊長嘅，佢做教練嘅。一定有翻咁上下，咁當然有例外啦。咁但係成功率咧係非常之高嘅，你哋自己數下就知啦。咁安力基咧亦都係咧有齊呢2個元素噶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安力基咧就係同哥迪奧拿同期嘅，不過咧佢又冇哥迪奧拿咁早出身，因為哥迪奧拿咧就係加泰隆尼亞的係噶嘛，咁佢又唔係加泰隆尼亞的係嘅，咁所以遲佢一步嘅。咁安力基咧，其實佢踢波嘅時候我都幾欣賞佢嘅。咁跟住咧就去咗做教練啦。咁首先咧佢成名就一定係巴塞羅那啦。咁啊巴塞羅那嗰時都 OK 嘅。跟住咧我就覺得佢教西班牙國家隊教得幾好。今屆歐洲國家杯對西班牙咧，其實咧就由佢咧去 build up 出嚟嘅。咁呢隊波咧有個咩特色咧？以前咧西班牙國家隊咧就門戶之見啊，主力就加泰隆尼亞人同埋咧馬德里人嘅。咁但係咧，今屆咧就唔同咗啦。除咗呢2個地區嘅人之外咧，仲加入咗唔同嘅地區，甚至有巴斯克人添。以前咧要數到有巴斯克人咧，應該嗰個就係沙比亞朗素啦。如果要細心對比佢同哥迪奧拿咧，我個人認為安力基咧嘅想法係比較 open mind 過哥迪奧拿。細心留意一下，哥迪奧拿親自買嘅球員咧係冇乜非洲球員嘅。今屆嘅巴黎聖日耳門咧，季初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佢咧低一線，因為冇咗麥巴比啊嘛。咁但係今屆咧就越踢越順，睇翻佢全季嘅攻門數字咧，真係幾犀利嚇。咁加上上一場波27腳比2腳，唔係淨係攻門勁咁簡單，後邊條防線都有翻咁上下嘅。咁所以呢一場波咧，你話利物浦係咪真係接梗咧？我有保留。係咪巴黎聖日耳門高啲咩？咁又未必係喎。咁但係咧，如果講買波啦，咁呢場咧就唔值得去推介啦。但係從欣賞角度咧，咁啊絕對可觀性高啦。咁情感上就唔使講噶啦，我選一定選阿洛噶啦。阿洛少今年做坐冠啦。咁至於阿仙奴咧，咁啊上一場波贏7-1，今場波大吉利是佢輸5-0都仲可以出線添。嗱，上個禮拜咧果然係威啊，真係7-1。但係再諗一諗，早幾日佢同曼聯嗰場波踢到點樣？咁出線，我相信阿仙奴真係冇乜難度噶啦，一定係出梗咁滯嘅啦。咁但係咧買波咧，咁又係你搏唔搏啊？點搏啊？我亦都唔怕講埋啊，佢個對手咧 PSV 燕豪芬咧係今個禮拜裏邊咧第3低勝出率嘅球隊。咁但係我都唔會買嘅，我目送住阿仙奴出線就算啦，恭喜佢先。咁至於多蒙特同里爾呢一場波咧，嗱又係真係1-1。
我上個禮拜咧就推介人買多蒙特，最終咧佢就和咗。其實咧我就想講埋出嚟啦，今屆咧被外圍認為係黑馬嘅球隊，其實係里爾啊。佢今季咧贏過皇馬1-0先嘅，咁大家當其時咧就以為佢爆胎，跟住再贏馬德里體育會3-1，1-1逼和祖雲達斯，2-1贏埋博洛尼亞，輸俾利物浦2-1，同埋咧佢6-1大勝飛燕諾。其實咧上次我買多蒙特咧都有啲神推鬼拱嘅，咁今次咧就成立咗所謂基金之後咧，就要諗清楚啲啦。咁其實咧里爾係黑馬嚟，咁相信入4強機會咧都係好問嘅。咁但係咧出線咧，我相信佢有機會。佢今次咧就作客呢個多蒙特啊，咁但係咧我哋刨出嚟嘅數據咧，多蒙特同埋里爾咧係差唔多分數嘅啫，咁所以咧真係要諗一諗。咁同埋咧計算出嚟和局咧，佢又唔係最高分喎，和局最高咧就已經啱先講邊隊，咁只不過佢係排第3嘅啫。咁所以呢場波咧又要好好諗一諗先。跟住就皇家馬德里同埋馬德里體育會啦。咁皇馬咧，我開頭咧就覺得佢對住曼城嗰場波咧，哇真係有啲王者嘅風範喎，踢到麥巴比咧踢到好似當年朗拿度咁。咁點知原來唔係喎。係事實上係因為曼城渣，所以嗰場波咧射得咁勁。咁我一睇埋落去咧，真係覺得馬體會咧好似高一線添喎。咁上一場咧就皇馬贏2-1噶嘛，咁馬體會就1球之差，佢點都要淨勝2球咧先至可以出到線。咁但係入一粒咧就出唔到線，但係就贏波喎。咁所以呢場波咧我就即係諗咗好耐，我唔知點買嘅。咁但係咧呢一場波咧係今個禮拜歐聯賽事裏邊咧和局最高分數嘅一隊。咁最後一隊咧就係阿斯頓維拉對布魯日啊。咁其實布魯日咧喺聯賽嘅時候咧，佢輸過俾幾隊波嘅，包括咧就係對住 AC 米蘭啦，輸3-1，對住多蒙特輸3-0，逼和個些路迪1-1，同祖雲達斯打成0-0，仲有曼城咧都贏佢3-1嘅。佢唯獨是咧就贏過2場波嘅啫，一場咧就係士砵亭，另一場咧就係阿斯頓維拉。嗱，你心水清再睇一睇翻，贏佢嗰啲球隊全部都係打控球在腳嘅。佢1-0搞過維拉之後咧，艾馬利有幾小氣啊！你睇佢對阿仙奴你就知啦。上一場阿斯頓維拉咧未入波之前咧，上半場艾馬利咧喺場邊度嗌到咧，即係爆血管咁滯啊！當時咧我都諗唔明啊，哇！點解艾馬利咁肉緊嘅呢場波？踢第一回合啫喎，買咗好多落去啊！後來咧下半場咧，佢攞張黃牌啊嘛，因為咧佢度嗌到鬼殺咁嘈。今次維拉咧就翻嚟主場，雖然揸住3-1，輸一粒咧，佢都仲可以出線喎。但係咁樣睇落去咧，就似艾馬利咧一定會去馬噶啦。咁仲有咧，今個禮拜咧最高勝出第一隊就講咗啦，就係巴塞啊嘛。第二就係咧國際米蘭，第3咧其實就阿仙奴，不過我就唔會買佢嘅。咁第4咧就係阿斯頓維拉，仲要高過利物浦。咁所以咧呢個禮拜咧，其實好多隊波咧都甩甩流流噶。咁我要買一場3串1咧，首先咧我就會買巴塞國米射呢個阿斯頓維拉 win 10蚊先。咁另外一條飛咧就買巴塞國米射皇家馬德里和，都係10蚊。咁好啦，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先啦，希望大家中意啦。咁記得臨走前咧就 CLS。未 subscribe 嘅記得 subscribe 啊！咁啊祝大家好運啦！咁啊希望咧睇波嘅就睇完波收錢，唔睇波嘅瞓醒收錢。多謝大家收聽，下次再見，拜拜。